享的最重要的就是谢谢我们中天的新闻人，谢谢你们。我一直很骄傲，为什么？今天中天新闻台被关的原因，就是你们真正做到了第四权，真的。因为呢，你们做到了第四权，导致今天会有这个结果。会支持我们中天的每一位，可能我们现在转到新媒体，有一些地方可能还会慢慢是做的不会很好，但是我觉得，我们也一定会慢慢做得越来越好。我们的影响，我们的监督，我们也不是在反对政府，也不是这样子。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媒体能做到真正的意识，保证